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去爱我们，去爱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可以主动去执行，不去执行这些合法的权利。我愿意去饶恕你，我愿意主动来饶恕你，好，可以免除别人对你的义务。这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，跟欠那个10两银子的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很多去饶恕别人的例子，好，去告诉别人好的过错，圣经也教导我们，当你饶恕别人，但是有时候你也需要去指出别人的过错，为的是让他成长。有时候你必须原谅，但是有时候你必须去指出的目的不是为了你自己，而是为了帮助他的生命更加的成长。所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恰当，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放弃。圣经有没有管家的概念？好，管家呢，权利不是我们应得的，好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拥有的，权利是神所赐的。管家，好，这东西房子是谁的？是主人的，他不会来管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我们在世界上就是一个管家，对自己说：“我是一个管家，我是上帝的管家。”你是一个管家，我是一个管家，我们一切都是上帝所给我们，我们不过在世上暂时来管理。权力是神所赐的，所以我们要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权力来容神益人。所以管家要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与个人的责任。所以耶稣他成为我们最好的例子，他放下他自己的权利，将他的生命救赎，将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救赎的赎价，拯救所有信他的人。耶稣他呈现一个管家仆人最好的样式，他愿意放下他的权利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他最有资格不被钉十字架，但是他却上了十字架。他最有资格成为一个义人、完美的人，可是他却成为大家所公认的罪人。他却最有资格在世界上是一个完全圣洁，可是他却被众人所排挤。冲突需要花时间精力去解决，冲突也需要去检查、去反省自己的责任。在我们想要去除去别人眼中的刺之前，你要先想想，检查我有没有梁木在我的眼中。你的态度 OK 吗？你的行为 OK 吗？这些是上帝所喜欢、上帝所愿意的吗？我们要常常去检视自己。当你跟人家有争执、有冲突的时候，好，再想一想，很多事情有真的那么严重吗？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，是为了要容神，是为了要益人，是为了让自己成长更像基督。我相信上帝可以使用你，成为一个和平使者，成为一个和平之子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，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来向神来安静来思考，在今天这篇的信息当中，神的话语，神的哪一句话，神的哪一个信息，哪一个经节打动你的心，是你生命当中所欠缺、所需要。或许在你的生活当中正陷入在某种的冲突当中，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，在你的交友上，在你的感情上，在你的家人的亲子关系上，弟兄姐妹的关系上，家族上有了纷争，有了冲突。你用了很多的方法，你用了很多的努力，你有没有愿不愿意来向神来祷告？凡事借着祷告，借着祈求，借着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为你的冲突来向神祷告，或是为你身旁的人的冲突向神祷告。或许你没有冲突，但是你旁边的人有冲突，这就是耶稣把你放在这个地方，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使你成为一个和平之子，使人和睦的人。向神祷告，主啊，让我有智慧帮助人解决冲突。主啊，帮助我，让我有智慧帮助人能够握手言和。我相信神要听你的祷告，神要使用你。在我过去的一段服事经验当中，曾经服事一对夫妻，
这对夫妻他们互告3年，坚持不离婚，他就是要告到哪一方先倒。3年当中，他们的孩子一下跟爸爸，一下跟妈妈，一下跟爸爸，一下跟妈妈。他们2个先后都来找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助他们，就向神来祷告。所以我就耐着性子陪他们走了半年多的时间，带领他们好好来谈，让他们一次一次把他们的问题通通都纠结，通通都呈现在神的面前。每一次谈完就祷告，每一次就谈完就祷告，每一次谈完就祷告。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让我看见上帝的爱，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一对关系已经僵化到非常严重的夫妻，但是上帝的爱却真的融化了他们彼此。你是否愿意去帮助人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，或是在你身上与人之间的冲突？借着祷告，神要帮助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为我们自己的冲突，为你身边人的冲突，家庭当中的冲突，与神之间的冲突，与自己的冲突，向神祷告，向神祷告，向神祷告。神今天要带下能力，神今天要带下医治，神今天要带下信心，在你们的当中，在你的关系当中，在你的态度当中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向主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在冲突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学习像耶稣，让我们学习像基督。主啊，当我们看见弟兄、看见姐妹眼中有刺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眼中确有梁木。主啊，我们的梁木是来自于我们的态度。主啊，我们的梁木是来自于我们的行为。主啊，我们眼中若有梁木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除去人眼中的刺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看得清楚。主啊，让我们用耶稣的眼光，主啊，来认识我们的弟兄，用上帝的眼光来认识我们的姐妹。主啊，来认识主啊那些迫害我们的人。主啊，认识我们的仇敌。主啊，让我们重新来认识，来对待他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上帝的心意当中，主啊，做合神所喜悦的事，说合神所喜悦的话。主啊，让我们有合神所喜悦的行为和样式，能够来荣耀神的名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。哈利路亚。诗篇103篇说：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我们都是被神所饶恕、所赦免的人。神已经免掉我们1000万两的银子，你怎么能够不去免掉你弟兄、你姐妹那10两的银子呢？若我们不去赦免人，神也不赦免我们。